進出，疲勞的小星已在雲上，風中葉兒翻飛飄滿窗，換上冬天的晚鐘，道上高仿佛當晚模樣，深宵獨行盼於路途上，從地上遺下廢紙張，給風吹進這心窗，用盡力忘掉卻再想，你淡忘熱浪留在我心上，他的眼光似夢遊，不禁令我想，他的臂彎散美麗，不禁又再想。望着我倆漸進夢鄉，漫住沙卡，舊日豔麗已盡放，漫住沙卡，光發上，花不再香，但美麗心中一再想。進窗，疲勞的小星已在雲上，風中葉兒紛飛飄滿窗，換上冬天的晚鐘，塗唇膏彷彿當晚模樣，深宵獨行盼於路途上，從地上遺下廢紙張，吹進這心窗，願盡力忘掉卻再想，你淡忘熱浪留在我心上，他的眼光似夢遊，不禁令我想，他的臂彎散美麗，不禁又再想，當天夜靜月亮望着我倆漸進沙卡，舊日豔麗已盡放，漫住沙卡，光發上，花不再香，但美麗心中一再想，漫住沙卡。舊日豔麗已盡放，漫住沙卡，枯乾發上，花不再香，但美麗心中一再想。我識咗阿妹，我諗比好多朋友識得都仲耐，因為細細個我哋喺荔園，我喺左邊做戲，佢喺右邊同埋兩姊妹喺度唱歌。到咗大咗，出咗社會，佢喺華星嗰陣時，咁巧我亦都喺華星。佢喺左邊練舞，我喺右邊唱歌。佢時不時走過嚟開門睇住我，
喺個 control room 嗰度一路望住我，我仲驚。佢透過麥克風同我講：Jackie，你唱歌好難聽。跟住佢冇經過我嘅同意，教我打拍子，教我入 key， 教我唱歌。呢段日子真係好難忘。我組織到公司，幫我公司拍咗好多部戲，佢亦都攞咗好多個獎。我哋兩個成為好好嘅朋友，好似兄弟咁，一齊睇戲、唱歌、食飯、飲嘢，但係成日鬧交。鬧嘅唔係為電影，唔係為其他嘅事，係為咗香港影藝界。我喺美國返到香港，就喺度諗點解美國嗰啲制度可以咁好保障咁多藝人，而我哋香港冇呢啲制度，分分鐘要工作48小時、72小時，唔停嘅食飯，而係對啲藝人演戲嗰陣時會好辛苦，動作演員做起動作會好危險。我好想組織一個演員工會，我第一時間打俾阿妹，因為佢可以代表歌唱界，第二個打俾曾志偉，佢代表綜藝界。每一次都鬧到耳紅耳綠。佢試過抌杯，卒之喺1993年12月12號，香港影藝人協會成立咗。而家20年，呢個會就係我哋拗交鬧返嚟嘅。所以而家我時不時都揾阿志偉出嚟鬧交，好懷念嗰段鬧交嘅日子。佢鬧過好多人，唔知落嚟嗰位有冇俾佢鬧過？請。同阿姐係啊。我叫妹姐做阿姐，同阿姐能夠成為朋友，係喺96年我哋拍《金枝玉葉2》開始。但係阿姐對我真正嘅影響，就要由入行之前講。喺讀書嘅時候，我嘅偶像係梅艷芳。我個 Walkman 裏邊只會有壞女孩、妖女、夢伴。有一日，老師要我哋改英文名，我啲同學唔係改 Mary 啊，就係 Annie 啊咁。但我第一時間諗起嘅就係阿姐嘅名 Anita。入行之後，我好希望有機會同自己嘅偶像合作。我等咗6年，我終於幸運地等到《金枝玉葉2》，同阿姐一齊做嘢。佢係完全冇架子。記得有一日收工嘅時候，佢知道咗 Chilam 唔喺香港，冇人同我食飯，我孤兒仔一個，佢就叫佢身邊嘅朋友打電話俾我，同我講：喂，我好悶啊，陪我食飯啦。雖然我唔知道呢句説話係真定係假嘅，但係呢件事可以睇得出，阿姐係一個好關心身邊人嘅長輩。我記得喺《金枝玉葉2》嘅時候，第一次見到阿姐，我就喺度諗，我第一句要同佢講咩説話呢？我應該問佢啲咩呢？佢會問我啲咩呢？佢玩唔玩得嘅呢？點知我一見到佢嘅時候，我第一句就係講：哇，乜你咁瘦㗎？講完呢句説話，我就知道自己好失儀。但係阿姐佢冇嬲到，佢只係回咗我一句：你咪一樣。作為後輩，我覺得有機會能夠同自己嘅偶像合作，絕對係我嘅榮幸。喺阿姐身上要學嘅嘢，講幾耐都講唔完。我諗唔止我，佢嘅一班徒弟同埋新秀嘅師弟師妹一樣都會感受到。